身邊啊！恭喜你啊，張小姐！嗱，張小姐咧想問一問你啊，平時咧多唔多入廚啊？非常之多啊，成日揸鑊鏟啊！咁就啱晒啦，因為我哋今次份禮物啊係價值2780蚊嘅麵包機一部啊，就啱晒你張小姐。嗱，張小姐想俾多個好消息你啊，就係咧喺15期嘅不停賞裏面，只要答中過1期嘅問題咧，就會自動進入我哋嘅終極大抽獎，就會咧有機會贏得55寸價值9999嘅大電視一部啊！想唔想贏埋佢？梗係想啦，你睇下呢部幾細。啱啦，冇錯，一定要換大電視啊！嗱，仲有冇玩埋咧？我哋50萬首期估中就係你呢個遊戲，已經喺度睇緊啊，專注緊啊！叻啊！嗱，提一提大家啊，如果咧大家仲未咧去參加嘅話咧，都未遲噶。嗱，首先我哋嘅筍盤 C 嘅 tips 啦，已經係陸續公布啦。咁另外咧，上到我哋嘅活動專頁啊，仲可以一次過睇埋筍盤 A 同埋筍盤 B 嘅 tips 添啊。咁啊，到時記得要喺2月6號凌晨1點鐘之前遞交答案，咁就得噶啦。嗱，總之我哋要贏埋嗰50萬。耶！